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皮叔，今天是2025年7月29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百万存款。为什么聊百万存款？在这个社交平台上，好像百万存款非常容易，似乎是唾手可得啊，人均都是100万起。但现实生活中似乎又不是这样。另外一个话题就是，万一你有这么多存款，那该怎么办？毕竟还是有人有的。所以南都湾财社啊，他今天有篇文章叫《百万存款围城，高收入不等于高财商，年轻新贵们的财富焦虑》。这个是南都湾财社一个系列节目啊，叫《百万存款计划》第5期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在我们银行超过90%的客户资产低于20万元，百万存款客户堪称钻石 VIP， 因为实在太少见了。深圳某股份制银行财富经理坦言，即便是在深圳工作5到10年的工薪阶层中，银行积蓄或资产能达到100万元的也只是少数。这个说的是银行的存款或者是你的股票，因为股票大部分是你想卖还能卖得掉，这个对应的是没有负债，或者你的净资产，你这个净资产里面最好是金融资产，也就是存款或者是股票或者是债券，马上就能兑现的。如果你能有100万，那绝对是人中龙凤。从全国范围看，这样的少数人已属佼佼者。国家统计局2024年家庭财富调查显示，中国家庭存款中中位数仅为32.8万元，这是家庭，不是某一个人。那具体到某一个人的话，家庭成员那就更少。这意味着超过一半家庭存款低于33万元。以此为参照，拥有100万存款的家庭已超越全国73%的家庭，稳稳站在社会中上层。对于年轻家庭而言，能拥有100万存款，无疑是远超同龄人的亮眼成就。也就是你要是你们家有100万存款，那已经在全国超过73%的家庭。那么这些年轻的100万存款族究竟从何而来？在走访深圳多家银行并访谈多位客户经理后，南都湾财社记者发现，他们的财富积累路径深深烙印着深圳这座城市的特质，主要集中在4类群体中：一是金融科技从业者，深圳人工智能、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爆发式增长，催生出一批年轻高收入者。智联招聘数据显示，2024年2季度，深圳人工智能行业平均招聘月薪达17204元，通信、电信运营、基金、证券等紧随其后。某头部互联网企业算法工程师为例，其年薪普遍在40万到80万元，扣除社保、个税及生活成本后，年均储蓄可达20万到30万元。若辅以指数基金、定投等理财手段，5到8年即可积累100万本金。这个是刻舟求剑，这个是理想状态。实际上你稳定的每年能拿到80万年薪，或者是40万到80万，稳定拿5到8年，这个挺难的。即便你有这个意愿，那公司不一定能扛得下去。二是风口赛道的创业新贵。深圳宽松的创业环境与成熟的产业链，为年轻人提供了掘金沃土。从华强北电子市场、水贝珠宝商圈、横岗眼镜城等传统产业集群，到直播电商、跨境物流等新兴领域，一大批年轻人在这里完成了100万级财富的原始积累。三是资产增值早期受益者。尽管今年深圳房价增速放缓，但2015年到2020年购房的年轻人仍享受到资产增值的红利。此外，部分早年涉足数字货币等新兴投资领域的群体，也借市场波动实现了财富跃升。四是高净值家庭的继承者。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，深圳部分年轻人的财富起点源于代际传承，也就是从上一代人传承的。
要么是父母的，要么是老公的，要么是老婆的。某私募基金从业者透露，其团队中约20%的90后分析师家庭净资产超过5000万元，父母通过赠与、房产、设立信托基金等方式助力他们完成了原始积累。这类人群的财富管理需求也更偏向全球化配置与家族财富传承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即便手握100万存款，深圳的年轻人却普遍陷入更深层的焦虑。最直接的压力来自于存款收益的断崖式下跌。过去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，说我攒够了300万，我就可以退休，或者攒够一个数字就可以退休。现在发现这个都是理想状态，都是刻舟求剑的。说攒300万就退休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利息好像是4%，现在利息只有1点几了。过去把钱存入银行曾是公认最稳妥的选择，但近年来各大行持续下调存款利率，改变了这一格局。2025年7月 LPR 维持不变，1年期为3%，5年期为3.5%，可存款利率却一路走低。如今1年期定存利率普遍跌破1%，3年期定存基准利率仅1.25%。即便是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，利率也降至1.5%。这意味着100万资金1年的利息不足1.5万元，远不够覆盖这座高消费城市的生活开销。正如一位国有大行支行经理所言，当下利率水平下，无论存款多少，银行给出的利率差别极小，高净值客户也很难再享受到比普通储户高很多的利息。存款收益大缩水，让许多年轻的100万资产族陷入收益困境，钱继续躺在银行账户里，财富实际增长几乎停滞，甚至跑不赢 CPI。 于是不少年轻人开始将目光转向银行理财、基金等其他投资渠道。咱们在去年9月份、8月份就开始着手这个事情。天天看我节目的应该知道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应对，也就是我们老说的银行的存款利息无限接近于零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看看这个南都湾财社他是怎么说的。他说，如此同时，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，银行理财产品全面转向净值化，市场也呈现出收益波动加剧、风险上升的趋势。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的《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》显示，当年封闭式理财产品加权平均兑付客户收益率较2023年有所下降，部分权益类产品净值波动显著加大，低收益高波动的特征愈发明显。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亦指出，2024年混合型及股票型公募基金整体表现波动较大，投资者体验受到挑战。市场观察和多家金融机构客户反馈普遍反映，理财净值化转型后，投资者对收益稳定性的担忧显著增加，部分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客户出现了向存款类产品回流的现象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低收益预期、高配置焦虑的循环。对这些手握100万资产的年轻人来说，始于2019年的利率下行周期正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财富管理挑战，传统保本理财的神话已然破灭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后波动加剧，单纯依靠储蓄或固收产品实现财富增值的路径早已难以为继。显然，稳赚不赔的时代已经过去。在此背景下，部分稳健型投资者将目光转向了债券型基金。不少深圳年轻白领坦言，日常忙于工作，没时间研究投资，屡屡错过牛市良机，等市场大涨后追高买入，又遭遇回调被套，始终无法穿越牛熊周期。如何在风险与收益间找到平衡？如何提升理财专业度与信心，成为这些100万存款年轻人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。也就是说啊，无论你是买债券还是买这个股票，都有风险。如何平衡？破局之路，说时间也是重要的权益资产，多元加长期，能否
穿越周期。面对这些财富管理困境，不同年龄段的百万资产族该如何规划与配置资产？受访专家建议聚焦于2大核心：蓄力全局观念与动态调整。这个人民大学的前副校长吴小球建议，对市场不熟悉的个人投资者，可借助机构理财。机构的信息处理与风险承受能力远胜个人，能更好应对复杂市场。低利率时代，以多元资产配置替代股债2元对立至关重要。华夏基金2025年方案提出，股债配比上46%的配置偏股型基金，通过定投分散风险；16%配置债券型基金作为稳定器。此外，建议将3到6个月的家庭开支存入货币基金，这部分钱不追求收益，只求随时能取。华夏基金投资者陪伴团队表示说，资产配置不是追求一夜参天，而是让家庭财富支数的根基在每一轮生长季里都能稳健向上。最好的配置方案从来不是标准模板，而是匹配生命周期的沃土，选择合适的产品，追求家庭财富的增值。除了多元配置，长期主义亦是利率下行周期的重要原则。业内人士指出，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时，短期投资抑制亏损，长期持有优质资产才能抵御短期波动。不过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提醒说，长期主义不是盲目持有，而是基于宏观周期的理性布局，也就是不存在所谓的真正的这种长期主义。所谓的长期主义也是在一个大周期里面，所以这个就非常难了。在深圳这座财富试验场里，100万存款是年轻人奋斗的勋章，更是社会财富管理的起点。正如瑞银基金销售首席产品官所言，利率下行周期中，资产配置重要性远超单一产品选择。年轻群体属于长期主义心态，构建动态平衡的财富结构。这就是南都湾财社他的一篇报道，100万存款围城，年轻新贵们的财富焦虑。他这个是个系列节目，所以借着他这个报道，我来谈一谈咱们对100万存款，对吧？这个看法。首先，第一个，绝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烦恼的，因为你没有100万存款。咱们以前节目经常说，你没有个几百万的存款，就不要谈什么配置，谈理财，没有这个烦恼。这个南都湾财社说的这个理财方式，实际上不值得借鉴。我们要知道，现在我们是在哪个，在这个经济周期是在什么位置？可以毫不这个隐晦的说，咱们现在是这个下行周期啊，是一个通缩的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手上的钱，你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，哪个渠道都会赔钱。为什么呢？无论是哪个渠道把钱出去都要对应到一个资产上面，那个资产要升值，要增值，那个资产要会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，要会带来利润，那你投的这个钱它就会在升值。现在经济在下行，就没有这样的资产。当然我们不能说它绝对，有些东西是涨的，但那个都是瞎猫碰到死耗子，都是你运气好碰到的。但是这个涨它也不是长期的，它是短期的波动。就是当所有的资产在缩水的时候，你比如说我买了房子，房子以前是我们最主要的资产，连银行都拿它做这个抵押物啊。银行能拿来做抵押物的，就银行认可这玩意，说明这个是最好的资产。过去的房子一直在涨，所以你投资房子，你的钱也在升值，你的钱升值速度比那个银行存款利息要高得多，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存钱，对吧？我自己去，我买房子就行了，比存银行赚得多得多啊！外面随便找个渠道投下去，就有8%的收益，而且没有风险，风险非常小。那你说谁会把钱往银行放？我随便找一哥们配合开一个重庆小面，一年就赚个几十万，我为啥往银行存呢？我还从银行借钱出来开饭店，对吧？因为银行借款的利息在6%啊7%，就是那个时候。而我这个投资下去，一年20%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大家不仅不会往银行存钱，还跟银行借钱。
加杠杆，对吧？扩充资产负债表。但是我们现在是这个局势吗？我们现在是各个企业在跑路，对吧？这些什么培训机构、这些预付费的健身房、理发店，统统在跑路。我们这个，你看看，最近1个多月，家装行业几个老板跳楼，多少企业资金链断了，爆雷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这篇文章它还立足点是让你怎么赚钱，所以它立足点就已经错了。说在这种行情下，我们只求保本，只求本金安全，对吧？不赔钱就是赚钱。你的思路应该是这种，对吧？你手上有个100万，完了还普遍陷入更深层次的焦虑，说这100万跑不过什么 CPI， 跑不过通胀，这纯粹是给你制造焦虑。你想象一下，2025年什么东西比2020年卖的贵了？似乎找不到吧？就什么东西价格比2020年贵？2020年你买辆宝马5，差不多要60万，你现在买辆宝马5，60万可以买2辆，完了还送你好几年的保养，这怎么叫跑不赢通胀呢？现在就没有通胀这一说，所以你看他这个文章，他就在制造焦虑。对绝大部分人来说，对吧？你有个3瓜2枣的，你就直接存在工行，焊死。这个我在恒大一爆雷，对吧？咱们做节目天天的口号就是存工行，把所有的这个贷款给它还掉，对吧？绝不投资，外面的理财产品一定要收回来，对吧？那些什么基金要赎回，然后存工行，是不是？4年前恒大爆雷的时候，咱们就一直在喊，可以骗你的人，不能骗你的钱。但是，毕竟有一少部分人，对吧？他的财产在100万以上，就是他的存款，他确实有这么多现金，那怎么办呢？前几年是可以存工行的，但是现在也可以存1.5%，但是你到明年后年，它确实在无限接近于0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说，我们建议这个时候你要进行配置。资产配置，这就是这篇文章说的。你这个钱你怎么配置？我在会员节目里面已经给出了答案，是个比较保险的、比较保守的、比较稳妥的一个配置方案。如果你有100万的存款，你只要把这个100万存款你给它看住了，给它保护好，5年以后你已经超过了95%以上的人，甚至我跟你说，你有可能超过99%的人。因为接下来这5年，还有大量的财富要消耗掉，要缩水，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为什么现在大家把钱往银行存呢？就是因为你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，银行也一样，银行也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，所以银行就玩命的搞什么消费贷、经营贷、按揭贷款，对吧？现在开始抢这个按揭贷款，不都是被逼急了吗？对吧？以前你要到银行去，你说我要存100万，那银行的人非常开心，笑脸相迎。现在你说存100万，人家根本就不在乎。这个你要说你贷款100万，他就很开心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真的有100万以上，你没有任何理由焦虑。你要做的就是把这100万，把你这个钱要看住，不赔就是赚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这就是青山。如果你没有100万，那你就努力去攒，对吧？该存也存。实际上存100万挺难的。所有说能存100万的，可以说这里面很少是靠工资存的，但是有。你比如说你要是在哪个大厂当个总监，对吧？年收入100万，那搞个2年3年的，对吧？也能存个100万。但是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，可能搞不了2年就要裁员。所以能够有几百万存款的，那都不是靠工资，对吧？靠的是别的收入。马不吃夜草不肥，人不发横财不富。这个中国经营报报道说，银行鏖战大额消费贷，额度最高达1000万。说在经过卷利率之后，拼额度成为时下银行抢占消费贷市场的一个重要方式。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，在国家鼓励金融机构加大消费贷投放的同时，多家国有银行、股份制银行以及地方银行对消费贷产品进行升级，推出了数额100万元以上的个贷产品。部分产品不仅可选择先息后本，贷款的期限也拉长到10年，其中以房产抵押的消费贷额度能达到500万元。
而个人名下有公司的抵押消费贷额度甚至能达到1000万元。说到这儿，我就想起了，有很多网友经常问，说他这边有银行贷款、按揭贷款，还有80万没还，这边手上有40万，然后他就问，我是不是把我手上的钱去还按揭贷款？这还用问吗？对吧？只要有点脑子的都会去还这个按揭贷款，因为你那个40万放在手上，不仅贷不来什么利润，很有可能还被你给糟蹋掉了，被人骗了，炒股赔了。有人说我不炒股，我也不被人骗，我存银行。你想想，你40万存银行，利息非常少，可以忽略不计。那边你借着银行80万，那利息可是3%以上，你这不是妥妥的脑子有问题吗？对吧？银行就是靠你这样的人养活。但是有很多人为什么坚持不还呢？他说我手上得有点激动的钱，我要把这钱还了，我手上就没钱了。所以这个想法都是错误的，对吧？你把钱还掉，你只要有房子在，你看看你那房子一抵押能贷款500万，对吧？你到时候就真的缺钱没现金，你把你的房子一抵押，消费贷500万到手，500万你想买什么？以前银行消费贷的额度不够用，只能找2、3家银行同时申请。最近我直接在一家国有银行申请了100万元的消费贷额度，就不用再着急用钱的找几家银行，这样麻烦了。家住北京西城区的孙耀化名表示，他告诉记者他说个人向银行申请消费贷并不意味着缺钱，而是出自于自己对资金使用的规划的需要。大部分的家庭资金都在股票、基金等投资里被套了，也不愿意割肉。银行消费贷的利息这么低，使用也很方便，用这些钱覆盖日常消费就好。你看看这是叫奉献精神，把自己的钱放在银行套着，然后再去把自己的钱呢放在股市套着，对吧？做贡献，这边去银行借消费贷过日子，这个是一个优质韭菜，这才是个合格的韭菜。此前银行消费贷的20万元额度上限一直是孙耀比较头疼的问题。他表示，每年全家都会有2次出国旅游计划，每次消费都在10万元左右。另外，去年房子装修和添置家具电器花费超过40万元，20万元的贷款额度明显不够用。他这个40万装修，再出国，再还有20万贷款不够，那他一年都要花上100万呢。那他怎么赚钱呢？他怎么还呢？我向3家银行都申请了消费贷，反正需要用的时候就借，然后有钱了就会还一部分。即使用款20万，一个月还款也就500。孙耀认为找几家银行贷款就会比较麻烦，并且贷款资金在账户间转账受限。记者了解到，在获悉银行推出大额消费贷产品之后，孙耀6月份直接向一家国有银行申请了该产品，消费贷的额度直接提升到100万元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这个银行没有办法，对吧？只能在消费贷这儿下功夫，提高额度，延长年限。因为银行的钱放不出去，大家都把钱往银行存，银行放不出去。实际上，这些消费贷的这些用户，尤其额度大的，那十有八九都是炒房子的。作为我们韭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，尤其是对金融的判断比较简单，你就不要那么复杂，你就看银行什么时候你去借钱，他不待见你，对吧？对你左审查右审查，那个时候就是经济好了。现在他求着你给你贷款，对吧？想方设法想塞一笔钱给你，这就说明经济还在往下走。只要是往下走，资产就在缩水，资产缩水，你把钱变成资产，那就是个犯傻的行为，因为资产在缩水啊。所以你辛辛苦苦的赚的钱，只能是以存款的方式存在工行，不要什么担心跑不赢通胀。那个牛肉的价格现在越来越便宜，现在咱们叫通缩，哪来的通胀？看好自己的本金，对吧？不要让这些形形色色的骗子把它骗走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